星級論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lan 啊。咁今個星期我會第3個星期睇淡呢一個小米啦。咁由55蚊落到嚟而家呢個位置咧，其實都差唔多20%過外㗎啦。咁但你話個跌浪完結未咧？其實你睇翻啲技術指標，我就覺得仲有機會係食埋佢個overshoot 嗰一下啦。咁佢其實個 MACD 而家就仲喺階段4度，但係 Divergence 咧其實都逐步增加緊。咁如果通常你見到個跌浪完咗第一陣咧，佢嗰個 Divergence 會突然間升得好誇張嘅，咁即係個 MACD 會拉闊得好勁，咁樣就完第一浪啦。又或者大家可能睇翻 RSI 都會見到話要落到20啊呢啲水平先真係叫做有一個超賣嘅情況出現。咁暫時而家 RSI 都仲係30，MACD 都未拉得好快嘅。咁再加埋啦，其實喺48蚊到大概49個半呢個位置咧，就做咗個少少嘅下跌旗形啦。咁其實佢跌穿咗而家去到46個幾呢啲價位咧，就有機會叫做確認咗跌穿個旗形嘅。咁佢如果做個後抽去翻 around 47個半左右嘅位置咧，咁係可以考慮下咧，即係如果之前食咗嘅話，可以考慮下將個淡倉繼續開翻嘅。咁如果未食嘅，咁我覺得都可以繼續揸住個淡倉嘅。咁如果47個半去開咗個淡倉嘅時候，目標價就睇翻43蚊呢啲水平啦。RSI 大概21左右嘅位置啦。咁如果去到43呢個水平嘅時候咧，咁倒推翻個指示位就可能擺翻49個8至50蚊呢個位置咯。咁大家可以考慮下。港股咧上個星期5咧曾經大跌咧超過700零點啊，一度咧低見25,100幾點附近嘅位置啦。咁啊跌近翻條100天線㗎啦。咁見到咧小米咧都要跌超過3%啦。身為重磅股嘅佢咧都係其中一個咧帶領大市向下嘅股份嚟㗎。咁啊見到80後投機客 Alan 咧就繼續睇淡隻小米向下嘅。咁啊小米咧亦都落到去50天線嘅附近啦。上個禮拜5咧都收報大約位置咧就45個9毫6。如果大家咧認為小米有機會繼續向下啦，都可以留意翻一啲嘅小米熊證噶，例如我哋星展發行嘅呢一隻65691咧呢一隻嘅小米熊收回價咧就60蚊，實際槓桿咧俾到3倍幾左右嘅。假如小米咧跌到落去下跌參考價43蚊嘅話，呢隻65691嘅對應翻嘅理論價咧就有機會可以去到1毫5仙半，俾到潛在升幅咧都可以有40%㗎。